中华鹿港八九之首的日暮行是生理人林真香伫咧1784年甘肃起的。即马这建筑物有损害中华县政府争取到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进行日暮行的修复，按算伫咧2025年初会完工。 热烈的人狮表演，祈求日暮行修复工程开工顺利。日暮行是鹿港北角内底规模上大的船头行，由生理人林真香大约伫1784年所创立的。因为建筑物出现损害，中华县政府争取到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的专案计划，办理修复工程。伊伫民国这个89年变成咱的限定古迹，91年的时阵捌征收过一届。那因为呢，经过风台，经过真济的这个岁月摧残哦，为着要互伊会使减少这样的一个损害，我们及早来做修复。咱只要甲做甲修理好，环境甲整理好起。 咱就会当变做世界文化遗产潜力点，咱就会当甲台南来比拼，一户二路3万甲。日暮行头前也当看到当初高雄来往咧使用的机关座，创办人林真香毋但做生理成功，嘛热心公益，成立敬义园，帮助乡里铺桥造路，甚至阁参与当初鹿港龙山寺新祖经的修复。日暮行原本是一个商号啦，后拄伊伫 清朝、乾隆一直到嘉庆的年代啊，做真侪善事，主要就是希望会使甲即块善事的精神继续延落去。日暮行修复工程包括主体建筑、壁堵的修复，总经费需要4600万，由文化部补助75%，县府出20%，日暮行所有权人负担5%。工程预计450天，按算会伫2025年的年初完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